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说愿神的同在来临到你哦。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感谢他的保守看顾。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用这诗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渴慕他，我们来寻求他。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啊！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我们一起来呼喊主耶稣，耶稣啊！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们求主耶稣来用我们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感谢主哦！透过这一些的经文，我们来认识以神的名，认识他的名，我们才能够知道向谁来祷告。因他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对罪来对付，因为他是慈爱的神，即使我们是在罪中，他仍然要怎样赦免？当我们回转归向他，所以他是愿意赦免饶恕人的。所以我们在主祷文说：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的过犯。我们也恳求神哦，要回转光照我们，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之后我们脱离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来回转归向他。这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话向上帝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来向这位行公义、这位慈爱的神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你的慈爱、信实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广大，动力稀有多也。
你使我们的过犯也离开我们多远。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是有公义的。主啊，你是慈爱的。主，你是世上的光。你要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的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谢谢你愿意接纳我们回到你的怀抱里面。主，谢谢你，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无论是何困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我们都要来感谢赞美你。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依然要喜乐，要来求告你。但是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赦免我们的罪的神，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必要对罪恶来对付。主，你也查看我们的罪孽，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你愿意接纳我们，饶恕我们。特别你用你自己成为赎罪祭，为我们献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祈求感谢，我们透过你的牺牲，我们才能够配得这样的一个祷告。愿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在义人的帐篷里有什么？有欢呼拯救的声音。什么是义人呢？就是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才能够成为因着信心来称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圣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他就必大大充满。所以我们为了这几件事情，如果是你有心理的或者身体的，特别是我们为了陈道雄牧师昨天因为脑部有阻塞，所以在昨晚送到长庚转送到长庚开刀了那现在就转到加护病房在做观察，所以我们特别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为他来守望，为他来祷告。如果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你在身心灵你有一些的需要除了自己祷告之外，需要我们的牧长同工为你来祷告，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依然如果你需要，你也站立起来。神的全能是超越时空的好，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需要代祷，请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邀请主成为你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用信心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你是为我们打开一条与神连线的通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你就必允许说没有不能成就的。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如何按着神你的心意，还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面对我们这周遭很多这一些的惊恐害怕，我们依然能够来祷告寻求你。主，奉你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主，我们要用你的话来祷告，我们要用我们的寻求来祷告，愿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打通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你的牺牲摆上，使我们可以跟天父上帝来连结。
我们可以将我们心里难过的事、喜悦的事，我们各样的事都能够向你来祈求，向你来倾诉。愿你来垂听。当我们不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也把它挪去。主，让我们知道如何向你来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祷告。愿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成就应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是行奇妙的上帝。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我们的主日来守望。我们先来读上帝的话，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回应上帝、回应主的大使命最后的一个应许就是，我就常与你们怎样？同在。主的同在表示什么？一切的资源都为你来效力。主的同在表示什么？他的护卫，他的平安与你同在，所以你不用担心害怕，因为你有一个老大可以倚靠。我们要一起为了今天的服事，今天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到11点，我们会员会有投票拣选4位长老，还有6位执事。神如何选择拣选合神心意的在这个时刻，神用人是不一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神怎么样感动弟兄姐妹会员们投票了吗？如果没有，我们等一下聚会完，我们可以去投票你就祷告，神你拣选谁？谁愿意？谁有那种渴望来服侍？祷告，神会向你来彰显。我们要为着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乎到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应许被成就。关系取决于你所能不能够拥有，或者是神会向你来说话。临时会员的和会当中，求神来掌权，因为全台湾的教会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给我们同工有智慧，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也恳求主来眷顾这些年长者白发是什么荣耀的什么冠冕所以不是说我老我老花老得个带一个灰，就废物这样的意思，不是年长者他有好多的经验，你知道吗？如果年长者他有很好的这样信仰经验，可以影响后辈来信主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些年长者，我们有好的榜样、好的信仰，就能够有怎样好的信仰传承。我们特别为了这些孩子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参与教会的礼拜。我们这个生助学金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参与多少的礼拜然后他的学业达到一段就是一个标准那我们为了这些孩子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奖学金，我们来祝福他们也让他们有属神的智慧充满在他们当中，能够在他们同学当中能够成为榜样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向神来求，也为牧师来祷告让神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扎心，能够感动，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行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啊，当我们回应你的大使命，当我们愿意摆上，当我们愿意被你来拣选，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在圣工上面，在传福音的事，特别是要回应你的大使命，就要去，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这是你的心意，是你所吩咐的。
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也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也回应你的心意。谢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面，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让你的祷告的烈火就来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来这边祷告。因为你的慈爱，所以我们才能够来这边聚集敬拜。因为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也能够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照亮我们前面行走的道路。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出光来，也让人看见神，你是那又慈善又美的神。让我们真的是在这边的敬拜看见你的同在，因为你应许说，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回应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拍手。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继续来拍手来赞美神。哈利路亚！主是的，你是全能的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
姐妹请坐。约翰福音4章14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的，主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继续来敬拜他，求生命的活水来充满我们。主，你是生命里的主，张开双手是万物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旱之地，带出医治能力，是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哈利路亚！主，是的，你是生命的主，是的，你是生命的泉源。主，你是生命的主，张开双手是万物气息。主，你是生命的泉源，流过干旱之地，带出医治能力，是生命给万物全地欢呼。主，你是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是的，主，是的。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医治我。主，唯有你。主，唯有你是我生命的主。是的，主。主，唯有你是我喜乐泉源。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in you。 生命的活水充满我。是的，主，我们要住在你里面，因为你是生命的主。我们要时常来祷告，求你将我们所需要的力量都赐给我们，因为你说恩典够我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想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哭了。祷告，因为你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是的，主，早晨我们要向你来说话。是的，主，我们要宣告说你的恩典够用。主，我们常常在抱怨，
主你的恩典不够用，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支取你所赐的一切的资源，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拦阻了、阻碍了主你的资源要降下来。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今天不要说你为我们做什么，主，我们要祷告说，主，今天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主，常常我们都是开口，主，你为我们。主，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主，你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然后我们的需要你就要加给我们。主，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什么时候应该祷告。此时此刻，我们不是只有要，我们要享受与你的关系，享受与你的同在。享受你同在所带来的那种安静，那种平安。谢谢主，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真的期望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代表你的同在。你的同在胜过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资源。你的同在可以使我们安心。你的同在使我们可以知道如何走我们人生的下一步。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彰显你的荣耀，你的慈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先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我们本主日为松年事工的纪念主日，我们为着这些松年的事工来关心代祷和奉献。疫情的需要那我们其实已经有调整、有放宽了那今天过后开始，我们像电影院都不用梅花座了但是还是需要戴口罩那我们已经慢慢的恢复这样的一个提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线上弟兄姐妹可以踏出信心的脚步，走出你的房门你的家门，进到教会的门那我们一起来敬拜主。那我们的一些的聚会的时间调整都在第4页我们请看。那我们儿童的阿卡贝礼拜预计在10月7号17号开始有实体的这样礼拜，因为我们的人数不再分层的限制了那周三祷告会还是有实体加线上，我鼓励大家一起来祷告，来到这边一起来祷告那其他的小组的聚会，我们就看小组的群组那陆续有小组的聚会已经来开始实体的聚会我们关怀据点预计在10月18号10月18号开始了我知道这些年长者真的是在家里面闷得发慌那可以走出来，那陆续也都有打第2剂了那牧师也预计要打第2剂了那我们就是自我的自主管理好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好。那我们有一些的防疫规定我们还是照这样的遵守，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好，那记得如果你是会员，你有在名单里面我们有公布那个会籍，就是你有受洗在这边或者是转籍来超过3个月，那我们在到11点之前，我们可以到楼下有投票我们下一张，我们可以
投4位长老，还有6位执事啊。执事的推荐名单就在前10名那边哦。我们只有1次的选举哦，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只有1次啊，所以神感动你投下神圣的一票哦。然后拣选合神心意的这一些的同工一起协助牧者团队协助牧师来治理他的教会。好，我们再看一遍，然后就有这13位的长老，然后有推荐的虽然是普选，但有小会有推荐这几位那我们选4位长老，然后6位执事到投票到11点。11月7号我们要举行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圣礼典如果有感动，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那在10月24号前向牧师来报名那让你的名字记载在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册上我们就不用担心世事如何变化。好，我们2022年即将要来临现在剩3个月就快到了那我们神感动牧师在明年的方向就是祷告，我们来操练祷告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我真的非常希望每一个家庭都一起来经历不是只有牧者不是有少数人。上帝的恩典是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记得是每一位。所以我们这一季，包括明年，我们会这一季会从主导文为架构来教导我们。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祷告嘛，说老师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那耶稣就教导从以前到现在那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有没有学习？还是只有念？那我们会很细的来透过牧者团队的讲道跟我们分享如何很精准的或是更详细的来祷告。所以如果有这样设计的恩赐的弟兄姐妹，可以设计我们周报的明年的封面好，那我们下个礼拜会颁发敬老的礼物如果你会员级在我们教会的有一些礼物，那下个礼拜如果你也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级的也是有一些特别的礼物这样只有下个礼拜来参加实体礼拜的才有然后牧师我线上算不算线上目前不算那只有来实体所以请我们的年长者注意一下我们的名单有公布在第7页。那教会的奉献系统也能够方便我们透过一些的方式那在第3页我们有这样的方式下一页我们看到越来越方便，我们在网站我们在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出现。那你想要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来的奉献那网络的奉献最低是100块，因为还有一些手续费。弟兄姐妹，这个奉献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说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牧师不要想自己独享牧师享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我要让你们知道在马拉基书3章10节那边就是告诉我们蒙福的秘诀。如果你照着做申命记28章说，你若谨守遵行我的话语，后面就是福追你，不是你在追福。所以有人说牧师你又要叫人奉献了牧师先带头。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面谈受洗的当中，我一定会提这个。我说弟兄姐妹，你觉得牧师傻吗？牧师傻吗？你都不敢讲。牧师真的傻，所以才会跟随主对不对？然后拱狼拱对但是傻人有傻福，你知道吗？你知道跟对了谁然后他的应许，他的话也不会空话，不会说空话所以你自己经历看看不是为牧师奉献，不是为教会奉献，是为你自己积攒在财宝在天上，然后附带的说什么？不然你试看看，
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窗户，倾福于你，让你无处可容。好，那我们在第3个礼拜，就是周3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讲座。如果你有陪在机会皮肤有一些问题，因为干燥或是有一些皮肤的问题，那可以来线上参加这样线上的讲座，皮肤炎相关的疾病。好，10月有哪几个是受薪的，请你站立起来，有没有？10月哦，好，我们来为他们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生命从你而来，赏赐的是从你而来，收取的是从你而来，按照你的心意，你有这样的主权。但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应许我们的生命是丰丰富富的生命，但是叫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你也愿意让我们去成为你施恩的管道，使用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成为看见那需要的，成为他们的祝福，使他们手所做的都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我奉你名来祝福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下来，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马太福音6章7节，再一次来。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马太福音6章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们一起来经历，如果你慕道友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奉献，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敬拜赞美你。今天是教会长职选举，就如同以赛亚书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主啊，你要我们众儿女大声的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在这儿，请差遣我。主要亲自拣选合他心意的人。现在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来坐下前彼此祝说，我们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要一起尝尝主恩的滋味，才知道它是美善的哦。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美善、上帝的恩典都是在他的圣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啊。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5到8节。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上帝的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全知的神，我们还没有祷告你就知道了。你细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你要的是来亲近你，让你的儿女围绕在你的身旁，透过你的话语，你所赐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遵行，如何蒙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开启了我们进入到主导文，以主导文为架构，如何让耶稣教导的祷告，不是只有在门徒的身上哦，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只有在每一次的会前祷告，最后牧师一定会带什么主导文，然后好像公式化这样。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牧者团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每一个人透过小组，透过家庭，你怎么样经历那祷告的能力充满在你的当中？怎么样祷告？我们要学习祷告。最近在网络我们知道大学刚刚开学，之前有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她就抱怨她跟父母亲说，开学了要缴学费了然后父母亲就告诉她说，未来这4年你要自己来负担你自己的学费。这个女大学生听了实在是晴天霹雳了，未来4年大概要40万那我打工也都没有办法去付这些学费。可能父母就不然你去做什么？你去互助社助学贷款对不对他就很生气，很生气的这样发怒说，你们每个礼拜都出去玩，你们有钱的要命为什么不能为我付所以他就在网络上po了这一段的
这样的言语哦，就说抨击他的父母。我终于为了这40万看清了我的父母，看清楚啊，我的父母是怎样的这样哦，然后就会引发我们知道网络的世界是反应很快的哦。那李秋远律师或者很多的网友他就回应了，李秋远律师就说，父母对你有保护然后教养这样的义务啊，但是没有保你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啊。我爸爸也没有留给我很多的财产啊。如果你是有地上有这个富爸爸留给你，那我恭喜你啊。但是记得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富爸爸。好，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因为这样他就口无遮拦，说我终于看清了我的父母，又不是没有钱，每个礼拜出去玩啊。不能够为我付学费嘛，所以我在想我的孩子真的是怎样，很幸福了，对不对？叫父母要为他付这样然后还有零用钱那在看清的这件事上，是看清父母还是看清自己？有没有看清楚自己？你应该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者是看清我的父母？所以言语就会带来什么？带来伤害。也有网友就说就是跟他讲说不然你去报那个鱿鱼游戏啊。知道现在好像韩国最夯的，对不对？那当然内容有一些血腥暴力了就是不择手段，你要赢得456亿的韩币，哇！我再查了一下，为什么456亿？因为1、2、3比较少，那7、8、9又，所以他说5、6、4、5、6比较好记这样那这个游戏里面，当然个人见解，有的可能会诋毁基督教的这样的信仰或是怎样不过就是说，生存是很现实的，对不对？你要怎么去面对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懊悔，或是无力感、忧郁，或者是愤怒、焦虑等等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面对？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会面对这一些可能无力感、忧郁，或是你没有办法做，那这时候怎么办？告诉你旁边说，就是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了。什么时候才需要祷告？是我发生事情了才来祷告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平常没有是相安无事的时候，好像忘记了祷告。有了，吃饭的时候祷告一下。有时候我看孩子，我一直看那个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注意看，他会不会碗拿起来，然后就开始吃了然后当他碗拿起来要吃了，是要别人提醒你，还是你可以自己有这样的习惯？要多久要祷告一次？到底要祷告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从今天开始这个主日，我们要来认识祷告的定义。牧师的祷告就很简单啊，这么的简单吗？说简单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但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说，其实操练是那种关系跟习惯。昨天有一位姐妹她就告诉我，牧师啊，我最近这里酸那里痛了，都不能出门不然你为我祷告一下啦。你为我祷告一下。弟兄姐妹，牧师可以为你祷告，但是如果你能够自己祷告，更好更棒，神可能更听你的祷告也说不定。你会觉得说，牧师你祷告比较有力啊，你怎么知道有力？我多少的力量？你自己可以操练这样祷告好，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的祷告来了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祷告。昨天晚上的群组，好多的群组都开始 po 什么？哇，陈牧师他脑部有一些的阻塞，送到敏盛，然后最后又转到长庚
然后昨天晚上开完刀，现在在家务病房。我就看到很多的同工在群组，有的时候发说奉主的名来为陈牧师祷告，求主医治大能。有的也搭顺风车，就阿门阿门阿门，哇，多精神啊，对不对？那其实阿门可不可以？可以呀，你可以赞同他的祷告，但是我们更希望什么？你自己用你的话，平常你的祷告的时候跟神怎么样去做对话？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学习你不要小看这个，这是关乎什么？关乎你能不能得着。那没有得着了怎么办？你要想说，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会不会埋怨上帝为什么我给你祷告了你为什么不给我祝福？就有很多这些的想法。所以我们要确认祷告的时候，你在祷告什么？有没有切中这个重点？好，我们今天开始只会讲一部分，这样慢慢的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祷告。所以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是祷告？你知道各种宗教都有它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在民间宗教信仰长大，所以我们会有拿香，然后看到大人就口中念念有词，所以他会为了他的需要祷告。小时候我家有养猪，所以我们会常常怎样贴着这一些的门帘或者春联或者一些那不要贴错了不要房间说六畜兴旺不要对，那你怎么样去祈求让我的家里养的母猪可以生很多的猪小弟这样，对不对？那有一些人他的祷告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这一些与文明隔绝的这一些的部落，他们可能就会用献祭做开始。特别我们在看到迦南的宗教巴力敬拜巴力，他们会用献孩子把孩子献在那个烧烫的神像，然后让他活活的烧死，然后献祭完之后祈求什么？农业丰收，因为他们视为巴力这个神明是农业之神，是给他们物产丰富的来源的神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与文明隔绝的部落，比如说在印加或者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就会一样的献儿女或者献人为祭，然后要了得着上帝或者是他所敬拜的这个神明这样的一个赐福。那回教我们知道他们很虔诚，对不对？一天要几次？一天几遍？讲5遍5次然后一祷告的时间怎样？他们会停止一切的活动，那毯子就铺着，然后面对着什么？麦加的方向他们都知道说朝着哪一个方向，这样就在那边祷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活动他们就停止来，所以这是他们的方式那对我们来说呢，祷告是什么？牧师常常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心事啥人知？讲给天父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们。意思就是说，把你的心事有一首诗歌叫《心事啥人知》，对不对？讲心事若无讲出来，对吧？有啥人会知会通讲出你心内一寡悲哀，对不对？就是将你心里面的一些事，向这位你所要祷告的对象来做倾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很重要，就是透过怎样的管道，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被成就、被应验。所以，透过这样祷告，是与这位伟大创造无所不能的上帝来连结、建立关系。
每一个宗教都有每一个宗教他所信靠的这样的对象，对不对？有一些很麻烦，就是说你要生产，对，你要生产就要拜什么？祝生娘娘。你要得孩子，所以你要做生意了，你要去寻求可能关公或是哪一位。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蒙福哦，只有一位三一的上帝。所以我们将你的心事，只是将你的心事告诉他吗？只是将你所求的告诉他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让我们的祷告局限在我要、我想要或是我需要，而是要真的明白，透过耶稣基督他付上的代价，给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权利，不要只局限在这里。你是想要那个管道，还是想要那个源头？所以你如果抓住这样的源头，你就不会想要抓住那个公啊位那个管道。所以你要跟这位源头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这样的祷告的方式，祷告的管道，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我怎么样跟他祷告的神。所以最近我们今年用思念神的名来祷告。如果你都有看，你都有参与，你就知道哇，上帝的属性非常的丰富。哇，原来我生病的时候，我认识到他是什么？拉法是医治的，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的，他是使我得胜的，他是我的牧者，他是至高者，他是怎样？他是怎样？哇，这样的需要可以满足你在全方位的各种的需要。但是我们来想说，祷告有没有不成就的？我在想说，祷告应该有效啊。所以我们可能把耶稣、把上帝当作是好像民间宗教的有应公啊，有应公了，有求怎样必应。你在想说，我的祷告有效吗？牧师祷告一定有效吗？对不对？跟你旁边说不对。也有没有效的，为什么？如果我们祷告的方向只是局限在那里，上帝要我们不是这样呢，甚至要给我们是更好了。你局限，牧师祷告很多是有经历应验的啦。比如说我要祷告，然后我一台车，然后就拿那个卡多洛库来祷告，我是很清楚了，然后大概多少。这上帝让我买到是又便宜，然后算是二手了，因为那个 sales 把人家的颜色搞错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客户就不要，不要就要赔啊，对不对？就要便宜卖啊，我就买到那一台车啊。有没有比较便宜？当然比较便宜啊，至少便宜一个10-20万以上啊！你看，当你祷告的时候，但是也有可能在你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怎样没有回应？怎么样没有回应呢？上帝，你的话不是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如果按照这样的经文，上帝，那是你的错。如果你没有应验，是你的错。你不是说2、3人同心合意，你必成就吗？那是不是上帝你讲的话没有信用？我们在讲说，上帝是有求必应的吗？你讲什么，他就回应什么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求的不对，求的时间不对，求的对象不对，求的内容不对，神不会回应你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你好，你求的可能给你反而是怎样害你。所以我们可能会把
上帝当作是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哦，哎，擦一擦就有了，然后出来你有什么愿望讲出来，然后我就回应你。但是只有3个愿望，你要吗？弟兄姐妹，如果上帝要给你只3个愿望，你要吗？要不要？哎，奇怪，你们都没有什么回应呢。3个完了就没有了，还是你要常常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来祈求？当然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不要只被局限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未蒙应允，我们刚才讲过是谁的错？是上帝你的错，还是我的错？有没有祷告不蒙应允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哦，祷告有求必应吗？未必，我们要看情况。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祷告，他与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孩子哦，然后上帝使他生病哦，然后呢，大卫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平常大卫祷告，上帝都会听哦，但是唯独这一次大卫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垂听，最后这个孩子死掉了。他都禁食祷告去求了，为什么上帝没有应许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对不对？因为他抢了别人的老婆啊，所以上帝不喜悦，所以当然上帝有一些的做法，他的惩罚。所以上帝在这个事上教导他，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上帝公义的嘛，所以他要对付这一切的罪。所以这时候是谁不对？当然是大卫不对，求的，然后他本身的不对，所以让上帝的恩典被阻碍了，阻隔了神的恩典。另外有一个就是摩西啊，摩西，你知道摩西啊，上帝知道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对不对？他就来摇八叉。摩西啊，带领我们到这边要死哦，我们会渴死，会饿死。他们就要求水喝，摩西就在求上帝，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就对那个磐石吩咐，听好哦，吩咐用讲的。”结果呢，摩西怎么做？拿起拐杖就敲2下。因为这样他不能进迦南地，这样严不严重？所以不要常常惹领袖生气，好吗？不然会害我不能进迦南地哈。你知道吗？摩西哦，他被这些百姓烦死了。上帝告诉他，因为他经历太多了，但是他大意了。上帝告诉他，吩咐就好，我给你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你不听，敲用拐杖敲，所以因为这样，你看他只能站在这个约旦河对岸看迦南美地。他还求你让我带这些百姓过约旦河了。上帝说不。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血气，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自己，上帝不会错。所以我们看祷告不蒙应允，是不是我的错？还是神你的时候未到？弟兄姐妹，这个是有求必应吗？你要看情况。第二个，有怕就来，祷告有效。你在害怕的时候，你可以祷告，这是神给我们，无论什么时刻，你都可以祷告。但是当下祷告是不是有效？是可以帮助你有救你脱离这一些的黑暗的权势。昨天我们为了陈牧师祷告，我们也可能为了很多急难祷告。上次我们也为着我岳父来祷告，感谢主，神都回应医治。但是也有一些，他为了他的亲人在病痛当中、危急当中，还是死了啊。
我在新庄牧会有一个长老的爸爸，他就危急了，一发现就肝癌末期。平常不是有在做检查吗？然后在这样祷告，我去到医院，然后陪伴，然后在那祷告。牧师啊，你祷告啊。但医生说什么？医生说，他可能时间不多了。那最终，我跟这位长老的妈妈有这样的谈话。我说，主权在神了哈。那我们放手，让神来接手。因为我要讲这个话，真的是很难过，很不容易。但是与其让他这样拖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孝顺，但是长辈在那边躺着，一动也不动，很残酷的，没有什么尊严。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家人讲说：你们愿不愿意放手，让神来接手？当长老的妈妈这样，好，牧师，我愿意顺服，所以就祷告，带他祷告，然后进去唱诗歌，上帝就接走，平安接走。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时间，也有年轻的正在当兵，但是却车祸死了；大学生车祸死了，很难过了。我们不是有祷告吗？不是应该有拯救吗？有时候要看情况，知道吗？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来看，当有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怎么祷告，害怕我就要祷告。这段经文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他骗取了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完之后他的哥哥就怎样，心不甘，就要杀他，所以他妈妈就叫他跑去他舅舅拉班那边。经过了很多年，然后他在他的舅舅那边也得到很多这些的财产，他想回家了，回到故乡，又怕他的哥哥是不是怨气未消，要对付他。所以这段的经文是来告诉说，当他要回到他的故乡，他哥哥要来迎接他，哇，他好高兴啊！又看到他哥哥带了400人来，你会不会害怕？当然会害怕啊！你来就好了，干嘛要带那么多人？是不是要想杀我？哇，他就很害怕哦。然后他这个就很会算计，你知道，就把他的队伍分了1批2批，然后他殿后。看不是谁，赶快卡带把会议完啊，酸了。前面那边死掉没有关系，妻女死掉没关系，我自己这样能够保存性命。但是他在害怕的当中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哥哥带了400人来，他害怕，所以在这边他祷告，我们一起来。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我怕他来攻击我们，连妻子儿女都杀灭。我们看到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寻求，所以这段经文也可以成为我们祷告。一起来，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这是诗人他在他面对惧怕的时候，他面对敌人要逼迫他、要伤害他的时候，他如何有这样祷告？弟兄姐妹，惧怕的时候，你害怕出门，祷告，主啊，让我能够走出，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可以用经文来祷告。接下来我们会帮助我们如何用经文来对这位神，你觉得他是赐平安的神吗？向他来大大张口祈求。第三个，我有备无患，祷告有保护吗？阿们吗？但是不要紧急的，就是临时抱耶稣的脚，好吗？平常就要好的关系。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般的人就是550保庇，无拜安怎，惊出代志啊。很多人的方式，特别是在民间信仰里面，众神啊，哇！昨天那个钟欣凌得到那个金钟奖的那个女主角她一上来就哇，感谢那个什么众神啊，哇，她说众神，就每一位神明都拜这样每一位神明都感谢到底是哪一位给她得的，她也不晓得，所以怕漏掉，就是说反正是用散弹枪看能不能打到哪一个，所以一般我们看到就是会这样，你知道吗？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看到，哇，这些人特别是民间信仰，我们知道550保庇，无拜惊出代志这样的心态，我多祷告可能有一些的保护但是如果你祷告错误了，你知道跟这个灵界的接到了错误的祷告，你知道那个邪灵就进来了，你就糟糕了，你知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常遇到这些。牧师啊，为什么儿子会这样？他就乱拜啊，乱接触啊，所以让那些恶灵就可以容许他有主权进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祷告说哇，开放主权，让你进来，懂吗？如果不要随便开放，你要对圣灵来开放。所以保罗在雅典，他看到哇，那么多人拜那么多的神，其中有一位就是献给什么卫士之神。那保罗就趁机说：“我告诉你们，卫士之神，你们没有认识，这位是造天造地的天父，这位上帝耶和华上帝。”哇，原来他们不认识啊！所以今天我们认识，我们怎么样随时的跟他保持联系。有这样祷告，不要只碰到问题才来祷告，好吗？随时随地我们开口来祷告。当你有气无力，当你怎么失望，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女大学生，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需要祷告。祷告使我们能够支取属天的力量，但是也有没有力的时候。我不是请牧师这些团队祷告了吗？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有时候上帝也透过什么？有时候上帝也透过这些的医生来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有智慧去有一些会有牧师说我怎么样，我该怎么样，把我当医生，你知道吗？我会给一些建议，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他们去看医生，还是看哪一科那是我替他们出诊这样而已啦弟兄姐妹，那只是经验，但是不是我是医生，而是说可能他们会寻求，然后怎么帮助？可能精神上我们去寻求精神科来协助，哪一科的？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医师可以做一些的咨商，然后寻求帮助。但是在内在的，其实很多医生也没有办法，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牧师会帮助你，到底是哪一件事情让你真的是无底心来，就是郁闷，没有办法走出来。我们可以帮助你在这个部分，然后为你祷告，让神来做。我们一起来读来，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要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困境我们需要来做突破。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要眼目专注，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上次有讲到彼得他在行走海面的时候说：“主，如果是你让我从这里走到你那边。”主说 ：“OK， 你来。”彼得走了，真的，一开始仰望耶稣走得很顺利，对不对？但他将他的眼目转到旁边那些风浪的时候，马上就掉下去了。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祷告完之后又马上烦恼。
台语讲哦，祈祷还祈祷，烦恼还烦恼安尼。你没有办法把它交给神，一看又回到你的困难点。弟兄姐妹，你要做的就是主，我把它交给你。我常常帮助弟兄姐妹哦，当你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困境你没有办法解决，主耶稣，我把这样的难处交给你。那图像一出来，主耶稣，我把它交给你。当我们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让耶稣的权柄能力在你的身上，至少先安你的心。一旦你看到这些的困境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失落，越来越失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提醒啊，耶稣在提醒我们。第二个是心中没有虚假的事。耶稣提醒说，我们祷告不要像那一些，昨天我们上课说神学博士那一些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故意怎样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街道或者在会堂这样祷告，意思就是说不要像这样假冒为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演员的意思就是戴着面具，然后演一些什么虚构的，所以那个节目要常常这是虚构的。这边在讲说，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伪装，你的祷告要真实呈现，不是为了要让人看，而是要让神看。所以第二个，耶稣就提醒我们，不是祷告演给人家看。所以这个一样，就我们祷告是要向神来诉说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第三个，我们看到口中不会有重复话。中后就是一再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我们常常会有听到这样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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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点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不是用长篇大论，好像句子多上帝就会听，不是这样，好不好？如果你要快发生车祸，主啊主啊，你就要讲的长篇大论，我告诉你，一定被撞，因为你都不懂得闪开，或是怎样，或者主啊救我，对不对？不用再长篇大论，你要知道你当下你需要什么。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不是你祷告的好长，言辞好美丽，上帝才听，不是你真实的用你自己的话，你真的需要什么？我现在就过不去了，经济出问题了，主啊，你知道，你供应我，你说很重点好吗？最后一个，如何听闻上帝的回应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你的内室里面。什么叫内室？一定要在一个房间吗？不是这样的，而是在一个属于你自己跟神之间，你在野外也可以，你单独的跟这位神有这样的灵的交通。祷告是人跟上帝之间的来往，所以我们要顾虑就是上帝你的感受，而不是只有我的感受。因为在内室的祷告是唯一你跟神之间的交通，你心是没有办法跟人讲的时候，主啊，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需要，只有你知道我现在的忧伤，只有你知道我现在的烦恼，所以我把它交给你。即使在很危急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主啊，我只有向你祈求，向你来祷告。当我们预备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就好像这位女士一样，她就在她的房内祷告。我们知道《奇恩典》这首诗歌，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哇，很熟很熟原来这个作者就是约翰牛顿约翰牛顿他4岁认字，妈妈教他可以读圣经，然后背圣诗，很聪明。7岁妈妈死掉了，去世了，然后他上了2年的学就中辍，
后来他就跟着他爸爸去跑船。知道有时候船员在船上的生活，他的个性就是学坏了，放荡不拘，所以他从此他的生活就是生活萎靡这样哈。那不久他就在非洲干起了这样的一个贩卖黑奴、卖奴隶这样的一个贩卖人口哈。后来他被抓，甚至他一度成为黑人的奴隶。后来是经过他爸爸来营救他，他就回到伦敦。那23岁他搭船的时候，他遇到了暴风雨，整船快要灭亡了。所以在那边危急的时刻，他就跪下来祷告。他想起他小时候他妈妈教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就祷告，上帝拯救他，他平安的回到家但是他没有马上就是停止这个贩卖黑奴的恶事他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圣灵来感动他，光照他。后来他愿意怎样？愿意献身给上帝来用。所以他除掉这一些恶的事情之后，因为他的学历过低被拒绝，所以他自己就学习怎样去读神学。后来他学习了，他被圣公会按牧为牧师所以这个歌词是在描写他生命的历程。前我世上，如今被寻回是他在过去他那种罪恶的生活当中，他如何在经历上帝的拯救，上帝如何回应他？他在哪里？他不是在一个房间，他是跪在船上，他单单的跟这位神有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唱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老圣诗。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当中，然后他一生，他过去怎么样在那个非洲那个贩卖黑奴的地方，然后来伤害他们。后来他被派回到那个地方来作为牧者来牧养他们。最后在他的墓碑上面他有为了自己在墓碑做了一个注解。约翰牛顿，神职人员，曾经是一个不幸放荡者，是非洲奴隶的奴隶，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跟怜悯保守，能够赦免，被派到他所伤害过的地方来传扬这样的一个信仰。就在他的墓碑上面，他为了他自己的墓碑下了一个注脚。这也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最后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回应：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如何回应？弟兄姐妹，神喜悦的是什么？你的祷告，神你喜悦吗？你要我怎么祷告？不是一下子我要怎样，神你要我怎样？神的国和神的义，优先顺序把它搞对了，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啊，教我怎么祷告，知道怎么样跟你祷告。最重要，跟你建立好的关系不是祷告那件事情，而是祷告主啊，让我更多与你亲近，我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才能知道你要我怎么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在我们的小组或是我们的家庭，2、3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牧师会帮助我们来经历到神怎么样教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在早晨我就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就要来对你说，主耶稣恩典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所需要的。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弟兄姐妹，你想要对耶稣说什么？把你的心事告诉他，就把你的心事倾诉给他。你不只讲你的心事，你可以赞美他，你可以感谢他。你向神说：“主啊，把我需要的力量天天加给我。”把你的需要告诉他，他是使你恩典够用的主。主，我们早晨我们来敬拜你，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苦楚，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主，你知道。主，教我们如何向你来讲我们的心事。主，让我们知道如何向你来祈求、感谢、祷告，将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求你也赐下圣灵，在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谢谢主，求你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你所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最重要是按着神你的心意来祷告，我们必定相信你的恩典够用。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黑暗的权势的能力权柄赐给我们。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慈爱的手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
主圣灵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扶持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时我只想要对你说，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造成我真相。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我们请做默祷散会。也祝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蒙福。